2026年美股，我覺得會有五大個風險。呢五大風險咧就唔係預測嚇，只係教育性。至少我哋有個心理準備，希望大家認真考慮一下點樣去應對嘅。嗱，邊五個呢？第一個咧就係已經發生緊，但係未到嗰個地步咧，原有問題似唔似1979年嗰陣時嘅石油危機呢？嗱，而家我哋未到嗰個地步，但係會唔會變成係咁呢？第二個問題，美嘅 AI 股大家都知道已經係超估值㗎啦，咁佢哋會唔會似2000年嗰陣時互聯網嗰個泡沫呢？第三個問題，美而家嘅 private credit 即係私人信用貸呢，好似2008年嘅金融危機咁樣㗎啦。而第四呢，美嘅中期選舉，冇普哥會唔會自己變成一個黑天鵝，做啲好驚人嘅事出嚟呢？咁啊，第五，狼哥嗰邊啲兄弟會唔會喺美本土入邊做啲咩動作呢？嗱，如果上邊呢五個風險是但有一個真係發生嘅話，咁點樣影響股市同埋黃金呢？頭三個問題其實歷史上就有根據啦，當然歷史上唔一定會重複，但係我覺得歷史嘅數據咧就可以提供大家一個好嘅參考，好嘅開始嘅。第四同第五咧問題就大啲啦，因為第四個問題中期選舉對冇普哥就非常之重要，佢真係會做啲咩嘢出嚟呢？第五嘅話可能性大唔大呢？見仁見智啦。但係正如我開頭已經講啦，呢五個問題希望大家可以考慮一下，喺教育性嘅分析上邊自己思考一下。大家有咩睇法？有咩評論嘅喺評論區留言。關注我投資理財不迷路。大家好，我係詹教授。